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上帝的心意，將肉體釘在十字架頂。加拉太書5章24節，凡信基督耶穌的人，是已經將肉體念肉體的邪情私欲，當釘在十字架上了。亞哈伯真為修補厝內的物件，有一日，伊的廚房準備資本，邊頭青年的阿明在一個角落找出一個真久無用、已經生鏽到有空的破爛鐵盒。阿明想到省淡薄錢，就拿來一寡樹泥水，甲包食物用的銀紙，拍算將迄個破空黏一個，到放上爐內去燃燒水。亞哈伯一個看到，馬上雙手阻擋伊，搖搖頭，大聲的笑着講：阿明，緊放手！這個老下底早就已經破爛生鏽死了。你無管外表怎樣黏，怎樣油漆，只要火一個燒，水一個滾，樹泥水就馬上臭大，照樣會流出一寡膏來，將規個爐火攏會燃熄去了。這種生鏽的臭氣，咱無需要去修補伊，唯一的方法就是雄雄的將伊獻入垃圾桶，徹底換一個全新的好衣。阿明這時才聽明白，老老實實的將迄個破鐵衣獻掉，換了一個全新的好衣，順順當當的將飯煮好。這就是將肉體釘在十字架上的奧秘。咱迄個天生愛出風頭，歡喜甲人相爭輸贏，無聽話的老肉體，就親像這個破爛有空的老鐵盒，內邊一點好物件攏無。咱無需要憑着家己去修補伊，也無用勉強去過伊，而是要倚靠聖靈，看清楚伊已經甲主耶穌同齊死佇十字架上，一針錢攏無值。咱要倚靠聖靈，順着上帝意思來過日子，每日將這個破爛了的老肉體，看作是死了。安尼聖靈的帶領力，甲會通佇咱的內面完全顯明出來。頭先咱要認清，只要咱閣順着家己的老毛病過日子，內邊就根本無有善良。咱每一個人最最少少，攏有一寡體貼家己、愛民主的舊習慣。這種舊習慣最容易互人的心內甲上帝的想法唱反調，單靠咱家己家己去使動，假裝出做好人，就親像修補一個爛破閣有空的老鐵盒，這個根本上是一點路用攏無。過來，阮弟主耶穌是一份完完全全的聽話。真濟時陣，咱嘛如信主的時陣真火熱，但當主耶穌要求咱放落家己的小算盤，放落家己的享受時，咱骹手攏亂滾，心內就開始着驚，想要逃走。
咱要明白，真正君地主就是要互这个体贴家己、爱民主的老五彻底死去。阁有毋通互老肉体留落任何的机会。为什么真侪时阵咱觉得生活无力量？就是因为咱每日阁甲遮的歹习惯、老毛病连做伙，毋甘放手，结果互老肉体伫心内乱吵，圣灵的灵力自然就被踢掉了，发袂出来。最后，咱要徛好基督的位置。竟然咱已经是属基督的人，就毋通阁由家己的私意性去过日子，要逐日徛伫守望的位置上，靠着圣灵的大能力，放胆为了上帝的国，为了身边的灵魂，大声来求。兄弟姊妹，今日毋通阁白费气力去修补你迄个早就生产的老肉体，要看清楚，你已经甲主耶稣同齐钉伫十字架顶，死得清清爽爽了。莫阁互老毛病留机会。想想你平时是毋是一拄着无顺心的代志，迄个爱民主只顾家己的老肉体，就马上跳出来乱吵呢？要认清，伊就是互你无上基督的罪魁祸首，伊是通咒诅，的确互伊死伫十字架上。我靠圣灵徛稳脚步，每当心内阁想要体贴家己，想要平淡，还是甲人争输赢的时阵，要伫心内抓紧脚步，甲家己讲：迄个属肉体的我，早已经死透了。现在活伫我那边的是主耶稣。迄个完美温柔的新活命，放大心胸，替人求情，看到身边的人，搁咧被歹脾气、被私欲捆绑，苦甲袂晓讲，毋通去怪因。咱要抓紧主得胜的应允，放开心胸。逐日伫目屎中大声祈求帮助，遐会迷失了性命的人，向天父求情，安静地对家己讲：我无要搁再做一个互老肉体拖着偏空行的基督徒。我的邪情私欲甲死意的圣地，已经甲主耶稣同钉伫十字架，死甲清清楚楚了。今日我要徛好守望的岗位，互圣灵完全引带我每一步，活出听话顺服的好模样。咱三甲祈祷，主啊，阮向你敬拜。感谢你用十字架的大能力，将阮这早就毁败、满了私欲的老肉体，完完全全的钉死了。主啊，原谅阮以前有时阵，阁是为心软、为体贴家己，逐日甲外面无好的老毛病混做一伙。求你举起阮心内所有无好的想法，主耶稣，求你十字架钉死的真理，今仔日大有能力的刻伫阮的心内，互阮逐日
对做错事死心，互你伫阮心内完全当家做主。圣灵啊，求你大有力的引带阮，互阮无放纵肉体的情欲。求你听阮大家同心合意的呼求，赐落天顶的大能力，互全天的教会日日得胜，全心为主我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